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0日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伫新北市顶个月底有计程车正活动着伫咧斑马线顶头的民众，在送病医抢救了后，到第8天犹原救无回来。伫金门某一间国中的查甫代课老师，竟然会找这查甫学生来翕一寡较百感的相片。初步统计，受害者要到30人，这个嫌犯规死人未能够架住。有风声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已经有和民众党的高分值沟通过，两党可能会合作。在1月20日，两党可能只有一组会出来选总统。讲到这轿车、奥多巴就爱让过路人先过，目前是这警方执法的重点。那伫咧新北市顶个月底呢，有一台计程车正活，去弄到伫咧斑马线顶头等咧过车路的民众。这民众送到病院抢救到第8天，犹原是救无回来。另外，伫嘉义台中弄奥多巴为着要让这过路人先过，一个是互后壁驾驶拍，另外一个是后壁的车无保持安全距离，随该挤落去。计程车来到路口正弯，面前斑马线有一个过路人，不过汽车无减速停等，直接甲弄落，随后甲加入车底。新北市中和区顶个月对这件车祸，过路人送医抢救8天，宣告不治，家属18出面批评，过路人的处境也是有改善的空间。看起来那个计程车司机可能是完全没看到人吧，撞到人之后也没有马上刹车，那撞到人到就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到他车停下来。大概是隔了11还14公尺左右。除将陈男依过失致死罪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针对陈男未停让行人部分依法告发。嘉义市是骑机车的人，经过市区园区进入文化路夜市，因为停等过路人，和后壁面轿车驾驶掠走是咧甲呛住，结果在其他路段消堵的时阵，当场出手，家己双手挫伤。警方通知驾驶教员说明。当场承认，了后以伤害妨碍自由发办。用手比个问号，就是表示说为什么他不行让路人。然后这时候他可能火气太大还是怎么样，他就是下车，就是用拳头殴打我。已通知致小客车驾驶到案说明，并坦诚善情不讳。警方全案依涉嫌伤害妨碍自由罪嫌，将移送侦办。台中phòng甲上款16半暝。发生红牌重机来到无号志路口，拄着过路人紧急打洞啊，和后壁轿车弄到意外。重机人嫌车互弄到吊起来，才摔伫涂骹，身躯有挫伤。警方研判是轿车无保持安全距离。一车前车头与二车后车尾发生碰撞，造成二车驾驶身体多处擦挫伤，初步噪音，一车未保持安全距离。要说清过路人地角嘅臭名，政府修法严格执法。不过，驾驶人和过路人搁咧适应期，嘛产生真侪纠纷。记者综合报道。今麦搁再逼出伫金门某一间国中内面有一位查甫的代课老师，伊会找这查甫学生来翕一寡较百感的相片，这时间是有几多年。学生是等到较大汉才敢甲这代志压出来。目前初步统计受害者是8到30个人。学校调查了后，认定这个老师有共性骚扰，已经停止聘请，而且伊一世人袂当正做任何的代理或者是代课老师。那讲到这铁路警察共款逼出性骚扰当作的情形，司法目前正在调查。学校阁出现性骚扰的代志。伫金门某一间国中，一个查甫代课老师传出几啊届招查某学生翕肉感的相片，互学生感觉真无爽快。这个时间有几啊年，包括已经毕业的学生，有要30个人受害。学校4月份成立调查小组，今嘛调查结果出来，认定性骚扰成立。超越了师生的一些关系跟身体的界限，情节重大，所以认定他是性骚扰成立，给予终止聘约，那并终身不得聘任为兼任代理及代课教师。第一原则一定是保护孩子，至于孩子的身心的辅导的部分，我们也会进行。家长如果要主张任何他的权益，我们也绝对会提供必要的协助。教育处表示，会依法召开县级的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严格审查学校专案调查的程序，甲处分的措施。性骚扰的事件毋单只一件。铁路警察局传出有查甫警官几啊届利用执行公务的时阵，甲女警察性骚扰。铁路警察局表示，内部调查结果是事实，有甲记一支大告，而且送地检署侦办。经查，被申诉人言行失检，情节重大，而予记大过处分，并将函送社会局裁罚。这个事件会逼出来。
是因为有一个女警察送公务的时阵，去有查甫警官卡来手来。这个查甫警察原本就是讲伊是无识字的，事后问其他的查某同事，发现因有类似的经验。这个查甫警察无愿意去吞论，转去申诉。然后这个查甫警官除了去互处分，所来嘛会面临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1月底，新竹有一间国中的棒球场，一个查甫教练，真有可能是因为比赛输气啊，规人气噗噗，伫咧教室内面，唔但摕册牌啊牵学生，而且佫直接拍2个学生的头壳，致使这个学生囡仔来受伤，暴力行为拢互监视器翕落来。家长知影了后，也气噗噗要甲告，而且要求学校要甲伊开除。对监视器会当看到教练伫教室行向学生，毋但摕物件弹向学生，佮出拳头舞对学生头壳拍落去。家属看到画面，实在真受气。他们在准备用餐，那教练在宣布事情的时候，那按照这样的说法是说，被打的小朋友说因为行为不检，然后就动手打。那打完之后，那还要求他们把那个打下来的便当给他吃下去。发生当下之后，我们完成了去验伤的动作。那验伤的结果出来就是脑震荡。目前家长已经对教练提出告诉，不过互因无法度接受的是，代志发生到今已经过半年，学校参新竹县政府竟然只有对教练做出停聘6个月处罚。诉求是解聘，那解聘的部分就是他就是不适任，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社会处也在5月19号1、2少全法开罚6万元哈。那学校经过审查会议的审查结果是停聘6个月哈。那这个停聘期间，我们会要求这个学校呢，针对我们的孩子做这些諮商辅导的协助哈。那包括我们的教练也要请他参加一些班级经营等相关的这个培训的课程哈。新竹县教育局指出，代志发生了，教练就停止上课接受调查。自今日开始，按算会停止聘用半年。教育局也要求学校严格督导，唔通互不当管教的代志搁发生。这名教练停聘期满，也袂搁互伊去学校教，会调去县府协助处理棒球相关的业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毋是唔报，是司机未到。伫台湾开假公司，甲人吞39亿，互通缉21年的单地产老比刷一对翁仔某。今年6月伫泰国申请永久居留时阵，或者泰国移民局发现讲，这2个人是有问题，通知台湾。确认这2个人身份了后，随甲人抓起来。2个国家协商了后，今仔日由台湾这边调查局人员去甲因押回来到台湾，送高雄地检署调查。调查局的人员正平倒平拢有甲业内行伫个机场的通道，通知21档，即对共骗钱的翁仔某单地产hand投比说，今年6月伫个泰国是申请永久的居留，互泰国移民局发现有奇怪的所在，通知咱，而是伫曼谷抓到因，这个月18号押回来台湾。那经调查局跟泰国移民局的密切联系，最后以驱逐出境的方式将2人驱逐出境，并在今天下午搭乘华航班机由调查局驻泰国法务秘书押解回台。这对翁仔某伫民国89年设一个假公司，用传销的方式来向民众投资。隔年惊讲银行倒去，无爱互投资人红利嘛，无爱还本金，受害者有超过4000个，不法得利39亿。伫中国的2个人嘛，互通缉。本署检察官后续将视2人讯问情形及案件之必要性为适当之处置，因2人已经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检察官亦将视本署处理之结果，再行决定有无将人犯解送至高雄地院归案进行后续处置之必要。可以请求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以上我说你们有了解吗？了解。听调查局的人员宣读权利，对少年的时阵，啥物拢假做，甲即马头毛拢白去。都忙遮侪年，2个人落尾嘛是互抓到，3日内会甲因送去高雄地检署归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5号皇太师杜苏芮上近拜四就会结起来，可能会向吕宋岛的方向去。气象专家也讲，礼拜以后离台湾较近，无排除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目前咱台湾是受到大气压带影响，气象局也发布大雨特报，特别是新竹、台中、南投、花莲的山区，就要注意落大雨的情形。那下晡呢，伫花莲着民众伫遐寮溪，却当着落大雨，山里做大水，人是掉伫咧溪底。
徛伫错路的河中等待救援，这名来自高雄的索溪民众是透早就前往当地索溪，不过秀林乡过到了后山区，一个爱强降雨，造成溪水涨起来，抹掉伫水头。辖区消防队员甲特殊道地人员协助冒险，先开车渡过溪床，再用行的往水头救人。利用工区最后协助受困的7个人顺利落山。当地居民表示，当地定有5号雷阵雨，只要看到山头乌云密布，都会协助抗离游客。我们到的时候有5人受困在河中间的石头上，然后有2人在对岸。山底的那个乌云变厚，然后准备有强降雨的情形，然后或者知道天气预报知道就是今天会有强降雨，就尽量都不要再入山，因为那个溪水暴涨是非常快的。受大气压大着影响，各地5号强降雨明显，有个拜三各地也是有类似的天气形态。拜四随着低压远离，各地全好天受热，不过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交通继续发展，有个会加速今年第5号风台杜苏芮。在强度方面呢，预估它是逐渐的在增强，甚至会来到中度台风或以上的等级。大致的预估呢，还是朝西北西方向移动，经过吕宋岛之后，朝向广东海面。气象局分析，杜苏芮可能会向吕宋岛方向行，虽然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低，不过外围混合可能会伫后礼拜起对东北部加乡村半岛带来辐射。气象专家认为，也无排除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的可能性。可能在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是最接近台湾的菲律宾东边，其实或是说南海附近已经是一个季风槽，或者我们俗称的台风窝，也就是说1个礼拜有1到2个台风生成都是非常正常的。专家提醒，一直到拜三，各地过到了后，阵雨辐射较大，拜四起到拜六，高温会大致提升。礼拜二以后，风台外围混合才会开始影响台湾。今麦至日风台季会一直有风台形成，会当先有先做好防灾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六合路某一间冰店出问题啊，有真侪民众拜三食因的八宝冰了后，开始发烧、吐骨头，甚至有个人引起腰子衰竭。这卫生局查出讲，这八宝冰的料，还佫有民众的检体内面，拢有验出沙门氏杆菌，先甲业者罚30万，限因停业改善，而且这的相关事情也移送地检署侦办。民众食八宝冰了后，直直落屎，虚弱甲去大院。高雄六合路某一间冰店发生集体食物中毒，卫生局统计到18下晡已经有44个人就医。上早发现问题，黄小姐讲，有40多人讲有同款状况，会提起集体诉讼。他看到新闻以后才发现，原来他自己是食物中毒，他以为他自己要生了，然后就是想说怎么一直拉肚子。陆续身体无爽快民众。除了特别生产的妇人人，也佫有险些引起败血症的囡仔，同款拢是12去买冰。黄小姐的囡仔埋怨放弃这症状去大院，加在状况已经变好。业者18公开核实的，讲会负责医疗相关费用。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污染到，还是说真的我们的料品里面有这个菌种？我们有15样料品。冰店3局中核实的，卫生局14来稽查采检。其中蔡冰、清冰甲蔡冰器具环境的检体拢无检出，不过八宝冰配料所验出沙门氏杆菌、金黄氏葡萄球菌、仙人掌杆菌、甲大肠杆菌。民众的检体嘛同样验出沙门氏杆菌。综合研判是冰店家己做的豆类甲配料，可能是环境的污染致病源。沙门杆菌跟那个大肠杆菌，上厕所后没有洗手，或者可能摸到一些钞票。都受过污染的钞票，然后在这当下，在准备食物的过程里，你触碰了这个病菌跑到这个食材里面，食材因为在储存的时候可能温度过高，然后让这个细菌有机会增长。卫生局10月采取另外去制冰厂稽查，发现后继入去无退换这快讯，而且抽检卫生冰格送验，也就是冰店已经照食安法命令停业到改善为止，而且处30万块罚金。后续嘛会将相关事情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这清洁队员人生看南投粪扫的问题，也和这玻璃清洁队是记载袂调，8000栋的粪扫就蹲伫咧办公室边啊。这热天时也是热翕翕，吹来的风全部拢是臭味。清洁队是希望县政府会当允准因暂时甲办公的地点搬走。粪扫车甲后斗开开，内底粪扫就安尼拼落来。南投玻璃清洁队办公厅边啊，已经放要8000栋粪扫。粪扫山甲办公厅，敢若隔一堵壁，热人的温度较袂调到35度以上。
现场是臭甲袂霹雳。清洁队请求管府稳准因暂时搬离开。一挖的时候，它整个垃圾的味道就散发出来，所以我们办公室周边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浓，那也影响到附近的民众。暂时说，是不是把队部这边办公的人员呢，我们就转到微型园区办公，暂借他们的场地让我们办公。南投粪扫的问题已经真久啊，环保局协助再去外县市处理，部里平均一礼拜会有350吨的粪扫。再去外县市处理的量会当到500-600吨，按算上少要4个月，才有法度把这条粪扫山完全处理掉。清洁队希望建设处会当把地方特色产业微型园区2楼甲3楼的空间借因使用，当做清洁队临时办公的所在。现况是刚点胶，所以空空的，没有空调，没有桌椅，因为我们刚点胶回来而已，而且我们还有需要厂商改善的部分。建设处表示，园区打这点高刷，也有停驶爱走。目前唔但无冷气，嘛无任何办公的家具，相关的意见拢已经有报起哩，由管府做最后的决定。部里清洁队嘛同步咧找其他的厅舍，希望在大热进前会当找到一个适合的工作场所。记者综合报道。昨昏下晡呢，有民众经过着高雄的和平路甲树围路口，发现到一名身障朋友过车路的时阵，伊轮椅的轮仔则卡伫咧坑内面，人也跌落来。市政府表示，讲是车路伤过旧造成意外，已经有先甲这坑补起来咯。最近也会甲这点仔加吐掉电拍。身障朋友伫板尾线要过大路，轮椅突然往头前起，失去重心，互伊摔倒伫涂骹，其他人赶紧来搀扶。原来路上会坎坷路面，害身障朋友轮椅起倒。这种就很危险哦。真的会卡住。身障团体认为，道路上的空棚可以造成使用轮椅的身障朋友受伤。让推嘛，那很常遇到就是可能突然马路破损有坑洞，那就常常造成我们会坐在轮椅上推，就整个人是飞出去的。是，对，就真的很常这样。我自己在马路上很常飞过。事发地点伫高雄市和平路树鱼路交界，看到民众将影像放上马路，引起讨论。网友讲，道路修补4月坎坎坷坷，和平路上也有类似的状况。那边补一块，那边补一块，我们骑摩托车的都骑得很不舒服。像如果下雨天的话，可能还会跌倒。昨日本处技派员赶往该路口查看，确认是路面老化，今早已派员先行修补。市府表示，造成轮椅并车的路段是因为道路牢固出现空棚，已经修补完成。其他路面修补是因为经济工作单位施工，造成后续铺设品质不好的派员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埃及首都开罗的市中心呢，有真侪这建筑物拢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起的，也因为这年代真久，状况变甲真歹，地处定定有建筑物规个放落来进行。伫当地时间10世纪，有一栋厝倒落来，这厝内面有14个人，1个人受伤，13人过往。一寡死者内面有7个人因是一家伙仔，即马是拢无命。埃及民防兵摕山条蚵过半土石，继续抢救。居民无奈坐伫边仔，期待听到好消息。当地时间17早起，埃及首都开罗北部有一座高层楼悬的主体大楼突然倒去。根据了解，事发迄当时大楼内有14个人，除了1个人受伤之外，其他13人，包括一家伙仔7口罩，拢互证实死亡。救护车出动，将受伤的妇人人送往病院救治。伫现场的这名受伤的妇人人，甲附近2位居民拢讲，代志发生原因因为1楼业主想要扩大厝的面积，所以违规拆掉厝内的部分壁，目前业主已经互逮捕。现场救防守线安全部队也前来救援。根据中东通讯社报道，安全部队陆陆续续去找到地伫土石堆中的4名幸存者，研判应该是附近的民众。那意外发生进前，这栋大楼的住户有5个人无伫厝内，也安尼避过这场灾难。开罗市中心大部分的建筑的时间会当追溯到大约19世纪到20世纪初，因为年代真久，真侪建筑物化古古，甚至已经废弃。另外一方面，有的厝伫建造时无遵守建筑甲社区规划法规，造成埃及大楼定倒去的事故。当地时间7月10日，伫北部亚历山大省甲布海拉省也有民家大楼倒去，拢总造成5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当地时间6月2日，伫亚历山大省发生一栋13层楼建筑物倒去，至少有4个人受伤。
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伫咧欧洲的南部、东部这两个所在呢，这几天拢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未来这几天，意大利可能会出现48度8，打破英国高温纪录。官方也要提醒游客，这时阵就唔通去罗马竞技场。也那希腊的观光景点雅典卫城也宣布，中昼12点到下晡5点无必开放，是因为这段期间是上介热的。这个热天，伫欧洲各主要旅游城市，游客拢是一大堆。伫罗马有名的地标竞技场，伫入口的所在排队是排到落长，热是40度这样烧热的天气，互游客一个拢比伫大型的电风头前要凉一个，连查甫人嘛举雨伞炸日头。Good question. We didn't expect it to be as hot. No. We expected heat, but not this hot. Yeah. But we visited a few different Italian cities, so we're kind of used to it by this point. So. 这月以来，适应现象是规个发威，北半球的日影是无断过。10月开始对北非来的高气压影响到欧洲南部和东部两个地区。这现气象预报员讲的，摄氏40度以上的地角日影，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这礼拜气温拢会一直升到45度以上。2021年8月，西西里岛创的48.8度这个高温纪录，恐惊会互拼过去。预报员阁把这波日影叫做卡戎，都是生命故事内面把灵魂送去地角的中间人，用这来形容地角高温的危险性。Ma diciamo che da un punto di vista dell'ondata di calore è una classica ondata di calore di origine africana e quello che la distingue rispetto a quelle che abbiamo avuto in precedenza anche quest'anno, in particolare quest'anno, è la sua intensità. 希腊有真侪所在高温拢有到44度以上，温度这么高，加上还有强风，17天24点钟内，就有81个所在有森林大火，互消防员是无用试试。雅典西边一个滨海的度假胜地路特拉奇，在火势离风景区愈来愈晚的情形之下，当地夏令营较紧来甲1200个囡仔撤离。有名的观光景点雅典卫城，为了观光客的健康，在中昼12点到下晡5点，日头上大的时阵是关起来，袂当入去参观。还有救护车和医护人员伫边仔准备，因捌一天就处理40件头型分气，想要吐这个吊刷镜头的病例。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法国的交通意外，这死亡人数一直真高。法国政府也宣布讲，驾酒赛车和食毒的驾驶，拢会直接吊销驾照。那造成死亡的事故，会以道路杀人罪加起诉，上当就要关10年。法国内政部道路安全委员会8日宣布，未来酒驾和毒驾造成死亡事故，拢会以道路杀人罪起诉。虽然相关定数和刑罚无变动。不过，依照个别案件严重程度，上悬通判10档有期徒刑，罚15万欧元。新规定嘛会互受害者更加多协助。Tout conducteur qui tue une personne sur la route et serait aujourd'hui poursuivi pour homicide involontaire sera poursuivi demain pour homicide routier. Cette dénomination s'appliquera que le conducteur ait consommé ou non de l'alcool ou des stupéfiants. 法国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可能有77万人无牌驾驶。而且每年有15000个拄着道路事故的人无买保险，80%是男性。整体来看，因为道路事故死亡的法国人当年增加，今年5月到3267人，其中将近750个是过路人和骑铁马的人。法国内政部阁刷落来，会继续加强打击危险驾驶行为，除了严格处理超速、饮酒驾驶和食毒驾驶，会直接吊销驾驶执照。Les stupéfiants sont un fléau sur les routes et dans un accident mortel sur 5, le conducteur est positif aux stupéfiants. Nous devons donc être intraitables avec les consommateurs de drogue et sanctionner plus sévèrement les conduites addictives au volant. 2019, 41 000 excès grande vitesse. 2022, 72 000. Il est temps que nous disions stop à ces infractions qui, elles aussi... 几若个月之前，法国出名演员巴拉迪驾可肯赛车发生严重车祸，致使另外一台车顶的3个人重伤，包括一个有心的查某人和6个囡仔，引起法国社会高度的关心。因为饮酒赛车和食毒赛车，10多年来一直有法国政府头壳摸咧烧，这件事故嘛变作政府加速制定新政策的上大的因果。公视新闻牛眼编译。
巴黎奥运伫明年7月要举行，会伫咧塞纳河顶头举办开幕典礼，有上百只船载着这选手啊，个官员来入场。主办单位也伫咧拜一开始演练咯，大概有40只船要来参与，场面用想的应该是真热烈。漂洋基亚船只陆续驶伫塞纳河上，因慢慢软过桥梁，甲无远远踩伫遐的埃菲尔铁塔相对看。这个船毋是用来观光，因有更较重要的任务，会伫1年了后，在各国选手参加奥运开幕典礼。巴黎奥运有定伫明年7月26登场，主办单位提前1年进行开幕式演练，因为有真侪细节需要掌握。We had 39 boats all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and we checked the speeds, we checked also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boats to make sure that the TV could broadcast in very good conditions. 主办单位表示，巴黎奥运开幕式会头一摆创下无伫室内场馆举行的先例，希望透过这个真特别的设计，予全球观众留落更加深刻的美好印象。We just try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We just believe that all games needs to be different if we want the people to remember those games. 到时阵，包括在参赛代表团、全部进关到紧急服务进关的船，会有900只航行距离是6公里。安怎确保因甲沿岸观众的安全，是一道挑战。主办单位表示，保证10万个好位置的票券已经全部卖了，有计也阁会开放几10万人伫塞纳河河堤免费观赏典礼。另外，开幕式表演会由法国有名剧场导演乔丽换唱安排，目前内容暂时保密。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咱拢知影讲物件若起价起来要降就真困难。那美国的歌手泰勒斯今年3月开始举办全世界巡回演唱会，这门票拢是卖甲空空。世界各地头的这个歌迷拢真敢开，可能会带动美金50亿的消费。不过有学者认为讲，这个歌手巡回演出虽然会当刺激到消费，不过也引起通货膨胀。美国流行乐的天后泰勒斯这个月初7是推出第3张登陆的专辑《爱的告别》。顶礼拜日是登起的告示牌专辑排行的冠军，这是伊第12张登起的排行冠军的专辑，比之前的大明星芭芭拉史翠珊阁加1张。泰勒斯嘛变做有上侪冠军专辑的女歌手，而且目前有4张专辑拢伫咧排行的前10名，嘛是1963年以来女歌手第一摆看到的纪录。这么少年就伫咧乐坛有这么悬的地位，泰勒斯伫咧全世界拢有真侪迷众。今年3月开始的时代巡回演唱会，门票逐场拢卖了。今年8月伫咧北美52场唱煞了，所落来就会去各大酒场。目前亚洲敢若安排伫咧日本和新加坡，新加坡的迷众甘愿困伫咧街仔拢2天排队嘛要抢票。I've been here since 2 days ago on Wednesday at about 6 p.m. I'm here because I need to get tickets to Taylor's Eras World Tour. And when I do get tickets, it'll be such a surreal feeling. I'll probably cry. Highly likely I'll cry. I feel great. I'm stressed out. Oh my god, I'm just overwhelmed. I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I'm indescribable. I'm very happy I got tickets. Yeah! 有报道讲，泰勒斯是真正有够趁钱，敢若伫咧北美的演唱会，就会当创造50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548亿的商机，拍败几十个国家的 GDP。全球办131场演唱会，总收入就有到300亿的美金，这么多，有可能变作史上收入上悬的巡演。有经济学家认为讲，泰勒斯造成的经济效益，就和办一场奥运是差不多的。泰勒斯演唱会平均1张票是8000块的台票，去看演唱会的开销，搁加上车程大甲交通，一个人可能都要开4万的台票。这么多的消费力嘛，互各地政府有真侪税收，会使讲泰勒斯一来，当地就会当赚大钱。不过，有学者的看法是无同，因认为讲，亲像泰勒斯也是进前拄办巡演办了的流行天后碧昂斯，这世界大明星，后尾将敢开钱去买贵松松的门票，搁带伫遐，这消费可能是互通货膨胀一直起来的原因之一。公司新闻赵如平编译。副总统赖清德8月要去巴拉圭访问，期间会过境美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证实讲，赖清德是依照惯例过境美国，也强调中国无理由伫遐插条，美国会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另外，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访问到台海基地时阵，伊煞批评讲台湾有影是真正巧，甲美国的半导体工课拢抢了了。当世界局势有变化的时候，台湾才有机会把危机当作是一个转机。参访科技公司副总统赖清德发声，要将规机转做专机。赖清德8月中会出访南美洲友邦巴拉圭，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赖清德会依顺往例过境美国。中国外交部对此表达坚决反对，会提出严正交涉。关于相关的行程的安排呢，实际上都是已经行之有年，我们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安排。This is very routine, given the distances traveled, to have a transit poin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the PRC to use this transit as a pretext for provocative ac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preserving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Taiwan Strait. It's critical to regional and, for that matter, global security. 布林肯指出，台湾副总统过去已经过境美国10摆，赖清德任内这是第2摆，中国无理由就有机会假输。因为拄到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国务院表示，美国努力地公平对台，未偏向特定参选人。另外，有意搁竞争白宫大会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伫访问到台海议题时，突然批评台湾抢走美国半导体工作。But remember this, Taiwan took smart, brilliant. They took our business away. We should have stopped them. We should have taxed them. We should have tariffed them. 对川普的讲法，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台美双方伫经贸产业上的合作，拢是真密切。对川普的相关意见无任何评论。记者综合报道。那赖清德要过境美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也讲要访问日本加美国，这时间点会伫咧8、9月啊。另外有风声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有和民众党的郭文哲沟通过，这两党可能会合作，到时阵11月20日，只会推出一组人出来选总统。有要用药，他们会把药拿出来，药单拿出来。对。赖友仁视察新北邦桥友仁怀疑持药案侦结无起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个事件爱负责人，佫应该爱公开来面对，袂当躲闪。侯友宜要积极争取利空利事。民进党赖清德8月要过境美国。侯友宜讲，伊会踮咧8、9月去日本、美国。后面的行程也是在安排当中。我们希望在访美的过程当中，我们安排好以后，会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也能够一切顺利。我们跟美国一定保持更密切的合作。那侯友宜、赖清德要访美，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嘛讲有收到 AIT 询问，考虑敢要搁去美国一届。搁在思考中，也若是有风声，那边已经连就线，在个敢若有一组会出来参选，和那边还未议题，搁再引起关注。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啊，顺其自然的，再拖1个月、2个月，自然有时候真的水到渠成的。这我常讲说，天才的火花可以到处闪现嘛，可是你要烧起来一定有那个环境所以机会到处会跑出来，可是它能不能成功，还是看那环境。另外，最近动作真多，鸿海创办人郭台铭10月投诉华盛顿邮报，批评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拒绝接受一中亲价，互情势紧张。主张台湾要伫一中亲价的基础顶头，直接和中国谈判。郭台铭争取国民党提名失利了，犹原扩大团队，共款红看作是要为独立参选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看守安倍昭惠访问台湾行程来到第2天，再去伫咧高雄看到红晒安倍晋三的当伤，伊致辞的时阵也流目屎，感叹这抓来到台湾只剩伊一个尔，也强调讲为着台日友好红晒政治理念，伊会继续打拼。徛伫红晒相片头前，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目眶搁红起来。访台第2天下昼，伊出席温辉环美术馆举行的安倍晋三纪念影像展。访台时间行程满满，10月透早伊为台北出发，第1站来到高雄阿毛港保安堂，伫遐伊头一摆伫日本境外看到安倍晋三的当伤。
献花了后，安倍照会深圳局长今年7月安倍晋三伫内容，向七彩新闻继一日了后，遗体红晒完成，未当顺利访台委员，说伫上台致辞的时，忍不住几摆流目屎，讲真艰苦，过访问台湾，阿某2个人只剩伊一人。残念ながら今回私一人で来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きっと主人の魂はここに一緒に来て皆さんに感謝をしていることと思います。安倍照会讲，红晒非常介意台湾，伊也用行動來修補紅晒無法度來台訪問嘅遺憾。主人は本当に台湾のことを愛して、そして去年は今日金秀先生もいらしてますけれども、多くの日本の皆さんと共に、コロナが落ち着いてこの台湾に訪問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を大変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した。安倍照会陪同安倍晋三出访过80个国家，过去总是有红晒徛伫边仔。即摆家己一个人来台4天，延续红晒对代志友好的政治理念。记者综合报道。小三通美国在放令陆委会核准对7月20开始有探亲证明中国籍配偶厝内面的人，会当经过着小三通往回台湾甲中国。这金门厦门小三通对今年3月25开放台湾民众使用了后，这旅运量一直在增加，最近逐天呢拢有3000人次的使用。金门县政府表示讲，未来会继续争取中国海西20个城市的旅客会当来到金门自由行。疾管署伫今仔公布，新冠疫情已经离开高原期。这流感疫情虽然有较降，不过重症通报数量并无下降。顶礼拜还有28例的流感重症。也来讲到这天9日，顶礼拜增加127例本土病例，目前国内已经有425例咯。这是这10年来上介济。目前伫社区已经出现第1型，还有第2型的天9这病毒。若总有重症的现象，就要赶紧送病院。环保人员针对台南的抗地和狗仔是加强消毒和喷药啊，避免死亡啊。因为疾管署公布，国内顶礼拜增加127例天9日的本土病例，是分布伫台南、云林、高雄、屏东和台中市。目前国内加起来是有425例本土病例，创了10天以来同期上悬。社区已经出现第1型和第2型的病毒，高风险族群要特别注意。如果有急性腹痛，或是持续有呕吐，或是有意识不清等登革热的一个警示征象，要尽早就医。另外，流感疫情虽然降落来，但是重症通报数是无降。顶礼拜是增加28例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流感重症死亡嘛增加9例，拢是40岁以上有慢性病史的病例。伫重症个案内面有一个大北部还未10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月中是流感并发脑炎，佮带一家互病房。脑部电脑断层也发现他有轻微脑水肿的状况，所以研判是感染流感之后并发脑炎。那他当下就收治在加护病房。另外，伫新冠肺炎的部分，顶礼拜逐天是平均增加153例并发症的病例，已经连续4礼拜拢降，脱离高原期。外界关心讲，最严政策敢会进一步搁放令？疾管署讲，医疗机构、老人福利机构等等，因为接触高风险对象的机会较悬，同款是要求强制挂喙罨，但是亲像药局等等，可能会先调整做建议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金管会即摆有伫规划，要互民众开放家己个人资料，互某几间的银行，到时阵呢，就唔免因为一间银行就爱用一个 App， 上紧伫明年初就会开放啊。手机拍开，逐间银行拢有家己的 APP， 那民众要做几啊间银行的交易，都要分开操作。金管会对2019年开始，一步一步在推动开放银行，今年会行到上重要的第3阶段，交易面的资讯。银行公会已经接受相关的自律规范，确定存款、贷款、信用卡支付和手机门号的转销等等，开放这5大类的交易资讯。按照今年底进前开放，互业者规划申请，开放银行第3阶段。上紧明年初开始。我合作的 TSP 那一端，然后就请求这个定期存款转活期存款，在信用卡，它可以从那一端来申请信用卡做分期啊。那这些
都是涉及交易面。开放银行讲的，就是民众会当甲家己伫金融机构所有的资料拢摕走，家己决定讲要甲资料分享互谁。上大的效益就是第三方的 TSP 业者会当用金融科技的服务，替民众提供客制化、个人化的服务，就是甲金融数据的主导权还互消费者。客户的资料共享的概念，虽然真方便，但是和传统服务比起来改变真大。个人资料敢会流失，爱安怎维护嘛是各界关心的一个焦点。第三方的这个业者资本通常都没有这个银行来得大，在治安上他们的能够投资的这个金额事实上跟银行不太能比。万一出事情的时候，又会发生，就是说这个资料到底是银行外泄的还是 TSP 外泄的，又会搞不清楚，会变成双方都在推责任。专家认为讲，银行伫资安防护的部分一直拢做了真好，但是即摆若金融资料走去第三方 TSP 的业者迄边了后，那资料流失谁爱负责任？使用了后发生的争议和权益的保障等等，监管单位一定要定出一清楚的管理规则。责任的分配若无界定清楚，银行恐惊袂遮尔想要合作。记者综合报道。高星级饭店的疫情内，原本系水管洗浴净身用品的拖已经清掉。大腿是洗手台顶头持压式的洗手剂，墙已经嘛是罐装的洗浴剂。为了响应环保，业者的脚步行伫正确进程。7年前就无主动伫房间内提供100性的用品，连罐装水嘛用玻璃杆代替，杆挂打日期封条，确保啉水的安全。因为我们集团其实一直以来都在推广永续的旅游，减塑也是一个世界的趋势，所以我们才会主动提供玻璃瓶来盛装 RO 逆渗透水，来取代这个保特瓶的瓶装水。5星级酒店主打环保营销，因过大多数旅社房间也看会到100性的用品。环保署原来按算今年7月要分2阶段限用，因过引起业者反弹，经过沟通修正。改做以大换小，袂当提供180毫升以下的水液水润发精甲溶液，改提供大罐装，实施日期延后到114年正月初1，互业者加1年半的时间。国内外的消费者，我们需要宣传沟通的地方。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过去的这些备品呢，我们也觉得要有让足够的时间，让业者呢能够消化这些库存。另外，热啊起面起锅业务即个人卫生用品都无受限。消费者有需要也是会提供。对这个问题，旅宿业者愿意配合政策。我们先让所有的旅客知道说，这是官方整个全面性的决定，以免造成说未来客人认为说我们服务业怎么好像什么都不提供。原本环保署嘛希望旅宿业者会当鼓励自备用品的民众提供5%房费优待，因为反对声音更较大。这届嘛修正由业者自定，回归自由市场机制。新广告的限用避免项目减少，环保署讲会当大数减量头一步，有过一年会当减少超过4.6亿水管水包的装备品。水管改大罐会当减速3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的官店是全台湾连角种上济所在，今年因为雨水少，这2期种的面积敢若剩212公顷，偏去年减少2成到3成。伫个啊，浸一个水内底，咧板菱角全部拢是95年回阿姨。反正规大片的菱角田，采收的工人煞无几个。官店菱角是全台上大的产地，且即摆拄来面对高龄化、恶找人工的困境，另外佮加上今年雨水少。二期庭园休耕，官店区农会表示，今年实际种菱角的面积剩212公顷，平去年减2至3成。因过若有影响，拢是因为天气上热，导致迄个菱角的减收。啊，今年是因为无水，菱角嫌种，就无法度种，所以比去年影响会更加大。4、5年前就一直做欠工的啊，啊，目前阮官店咧挽菱角的拢是7、80岁，是主力啊。即摆咧采收菱角有4个角叫做4角菱，参一般2角菱无共，上大的差别是栽种甲采收的时间拢无共。虽讲4角菱的绩效较歹，不过农民为着菱角鸟的保育，嘛是坚持继续做。菱角鸟在生团，伊需要迄个菱角丛较密的，啊，咱2角的有当时话拢还袂知啊，伊就较无法度去利用伊迄个环境做觅食兼迄个生团的环境啊，所以讲阮4角的，就是提早替因准备一间厝。农民表示，农村人口老化比率是愈来愈悬。种4角菱有另外一个好处，比较2角菱收成的时间长拄着，会当减少请无工的问题。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
农委会辅导市市场现代化转型的补助，这彰化县是全国执行率的第1名。透过自动化的设备，会当改善污染的问题。彰化县是台湾排第3大的市地县市，市地的数量总共有73万多只，占全国总产量的14%。但是这几天因为天气变化大，加上传统低调较会有卫生问题，农委会2021年开始推动低调转型的补助计划，辅导农民改善市地的环境。育成率的方面嘛有明显的提升啊，因为咱公司的即卖这几年啊，为着要因应这个气候变化、甲环境的需求，这个咱设备更新啊。真正有对着阮的市场也有非常大的帮助安尼。市地产业除了爱控制猪仔的传染病，低调的废水处理加空气污染嘛真要紧。彰化县农业处嘛加强宣传加客载力头，要来全面提升市地产业的品质。若有去互掠到这个土的排放无处理的这水排放，第一遍会先警告罚钱，那第二遍的先依咱的污水废水的处理法，会使你互伊勒令停养。啊，咱嘛希望讲咱的养殖产业大家来顾着咱的环境，啊，搁互咱的生产的条件会使来提升。根据统计，彰化县2020年辅导市地场设备改善计划，计共完成165场，执行金额大约1亿7953万，连续2年排全国第1。今年大约会当减少15.7万吨的废水排水量。经过改善，猪仔嘛搁较健康，提升大约5%的育成率。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市中照中心去年有含嘉义基督教病院做回来成立了24间服务家庭照顾者的店家，今年搁再增加到43间，希望这款服务会当来投放到家庭照顾者的压力。提出家庭照顾者身份的卡片，伫咖啡店内底小可哮喘一下，已经照顾10大20活动的肖律师讲，趁10大去长照中心这段时间，就会来这种支持家庭照顾者的据点零咖啡，除了介绍有优待，阁会当直接找到相关的长照资讯。我会当整个身心灵拢放轻松安尼，暂时甲迄照顾的迄个责任暂时甲放下。我最感谢这种微笑商店。嘉义市长期照顾管理中心去年配合医疗资源成立24间服务家庭照顾者的据点，今年增加到43间。澳门这据点除了有消费的优待，阁会当提供家庭照顾者心理的关怀。住家的附近就有很多我可以选择的，对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可以把我照顾者如果可以出去的话，顺便带着一起出去，这样子都是很安全的。我们期待说这样子的互动形成，真的是社区大家一起来重视照顾者跟我们的这些长辈他们的需要。有家庭照顾者讲，因过无这款据点的时，要休喘干会当坐伫二边商店。即马有这种支持据点，会当找到长照服务资源，家庭照顾者之间嘛会当互相开讲、互相支持。休喘就当得到满满的力量。上重要的是，有人通互相支持，就当减轻心内的照顾压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网络流传一段影片，就是台大合唱团伫咧国家音乐厅唱《受惊歌》。这条《受惊歌》是国内推广台湾文化的音乐家简尚仁所作的曲。台大合唱团甲简尚仁拢表示，希望透过这款的方式，向大众展现着台湾文化。这条受惊歌是以台湾传统信仰的受惊词改编做合唱版本的全台语受惊歌，这观众听了拢感觉真新奇。不过，这条歌在2009年头摆演出的时，观众反应并不好。观众不习惯在比如说国家音厅等这种比较正式的场合听到这种比较台湾传统民俗的声响，现在观众比较能多元接受。合唱团讲，因唔是每个团员拢会晓台语，团员之间各有腔口差。为了完整展现这条受惊歌，因是用真侪时间做真侪研究。可能大部分很多人都会，但是大家学的腔调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就会在更加考究说这首歌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腔调去唱。询问恐慌感。
爱请收魂祖师降魂来，四大金刚降魂来，天吹吹，地吹吹，金童玉女舞动归。这条收惊歌的作曲家是注心咧推广台湾本土文化的音乐家简尚仁所写的。伊表示，希望透过这条歌，让大众认捌道教的音乐特色。你若看西方的音乐，迄教会音乐，甲这个叫做佛教的音乐，看起来拢较平和、较温暖嘛。道教的音乐好特别较活泼，哦，噔啊噔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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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也跳动嘛，感觉活泼。简尚仁认为，传统文化若要代代传，需要加入新的元素，让这寡文化有新的生命，也通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生活模样。记者龚兆水台北报道。英国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甲俄做户口普查。从对泰晤士河开始呢，这也是一个查尔斯国王登基以来头一届。英国拢是一个活动，是替女王清点财产，不过即马已经变做是一种保育的活动了。属于国王的天国统计员坐传统的小甲船一组一组出发，伫英格兰南部泰晤士河巡逻。这是英国国王查尔斯登基以来头一摆的户口普查。Every family of swans we come across, we will surround them with the boats, the 6 rowing skiffs. We will take them ashore, we weigh them, measure them,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check them for any injuries. Fishing tackle is quite a serious problem to us. 天狗普查是12世纪都已经开始，迄当时天狗是非常重要的事物，即马已经是受保护的物种。当年7月第3礼拜，会有真侪小学生来到河边听天狗的故事，甲参加相关保育的学习。We're a little bit less on cygnets this year than last year, but we expected that because of the bird flu scenario that we've had in the winter and in the springtime. And we did lose quite a few nests where we had flood water. I've been the late Queen Elizabeth's swan marker for just over 30 years, and now it's the King's. The King is very, very interested in wildlife, conservation.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去年过身了后，查尔斯国王继位，连带泰晤士河特定区域的天狗也以传统全部拢是伊的。进前因为疫情普查活动取消，即马重新清点国王的天狗，希望往效保育器的带头作用传承落去。公司新闻吴林编译。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天气。吉人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